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4月13号。咱这个经文是诗篇135篇，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到28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2到17节。咱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赢过。伫主祷文，耶稣甲咱的祈祷中间，伊叫门徒安尼祈祷，伊讲叫咱袂拄着试炼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重点是什么人叫咱无拄着试炼？佫是什么人救咱来脱离迄个凶恶歹的？当然毋是人家己啦吼。若是人家己的时阵，咱就无需要安尼祈祷啊。伫中文咧讲的遇见拄着，这个翻译并毋是真拄好吼。希腊文的圣经意思是讲进入，好咱参像台语汉字的翻译入伫刺，英语是安尼翻译啦吼 ，into temptation。也就是讲，咱的人生拢会拄着试炼试探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互咱会通来赢过。其实上害的就是种掠做家己真敖，家己的材料真好的人，离开上帝救恩就有危险啦吼。咱来看这个华人台湾国号的这个事故。这个造成代志的这个人呢，伊想要稳重家己的济的错误以外，伊掠做家己会当敲电话叫吊车来处理就会使啊。佮像咱讲白贼共款啦吼。讲一个白贼，后壁再讲一堆来圆来瞒骗吼。但是总是爱去互人来甲伊拆开啦吼，来互知影吼。约翰一书第2章的12节，安尼甲咱讲囡仔，我写这个批互恁，是要爱恁知恁的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赦免。这个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赦免，毋是借着人，所以真清楚。而这所在，约翰佮进一步来讲，因为恁捌迄个对太初就已经存在来讲，因为恁已经赢过迄个邪恶的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所咧讲的真清楚，在早就已经存在的上帝，互咱来赢过迄个邪恶的。约翰劝勉基督徒毋通爱这个世界，也是任何属于这个世界的物件，因为疼世界就无疼天父的心。基督徒必须爱有疼天父、疼上帝，才会通靠着上帝，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来得救，赢过凶恶，赢过咱的罪。爱天父，为着天父来服侍，毋是为着人，更较毋是为着家己。毋是安尼来骄傲。安尼服侍就袂稳定啦吼，就无法度来赢过。因为呢，看家己较过头去看上帝。伫咱昨下分享的中间，咱讲到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因已经经历着这个火炉的考验，并且因赢过。当然因赢过是靠着上帝啦吼。咱看见因爱上帝，赢过爱家己的性命。
咱看见萨德拉米萨阿别尼哥因回答王，讲安那，阮无愿意为着家己辩护，无需要，因为咧辩护无效啊。拄着这讲袂清楚的人辩护无效伊讲，如果阮所敬拜上帝会通救阮脱离大火的药甲你的手，伊一定会救阮。来王啊，即使伊无救阮，你着爱知，阮绝对无拜你的神明，也无你所立的像来拜。因认为因无需要为着家己辩护，只有上帝为着因辩护。上帝辩护真清楚，就是来救因脱离这一切。因为因爱上帝赢过一切，因为因是为着上帝来活，因为因为着上帝来坚持。伫今日经文，咱拢看到但以理因4位，佮因为做代志做了伤好，引起嫉妒，并且受到人设计来陷害、威胁，互因为上帝祈祷向等伫西亚坑内底，相款的上帝犹原救因啦所以咱看见讲，虽然因安尼落伫西亚坑西亚坑内底，佮用石头甲踢掉的咱讲入了虎口安尼但是因犹原无受到伤害。遐个想要来伤害因、陷害上帝奴仆的人呢，因最后陷落伫家己所计谋的陷阱内底，丧失性命。对伫但以理因的故事记载，咱会当看见专心倚靠上帝、听候上帝的人，伊要事事亨通。遐个掠做家己熬、威胁、陷害人的人，总是到落尾会去落败。我想这是对古早到现在不变的道理啦过去但以理的时期是安尼，今仔日伫咱的情形内底嘛是会安尼。因此，咱要学习的是坚定来倚靠上帝，互上帝来带领。虽然咱对头前来看无明，但是咱相信有主，咱就要赢过一切的艰难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5篇，但以理书第6章第1到28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2到17节。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胜过。主祷文的祷告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，他说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重点是在说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又是谁救我们脱离凶恶？当然这不是人自己，否则的话，人可以靠着自己，就不需要这样祷告了，不是吗？遇见，我们说遇见试探了遇见这个翻译并不是很到位了。希腊文的圣经的意思其实是说进入，就如同台语的汉字的翻译，他说进入试探，入于试入于试。英文是 into temptation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人都会遇见试探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胜过。最糟糕的情形是那一种自以为是啊，自以为自己的能力可以的人啊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离了上帝的救恩就很危险了哈。那我们来看那个花莲太鲁阁号的这个事故，这个肇事的人，其实他想要隐藏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外呢，他还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打电话叫吊车来处理就可以了，然后就铸下了大错哈。这就好像在说谎一样哈，他做了一个错事，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。那说谎一样，说了一个谎言呢，后面就说了很多的谎言来圆谎，那终究还是要被揭穿的啦哈。约翰一书第2章1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：孩子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是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得着基督的赦免。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赦免了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耶稣基督，靠上帝的恩典。约翰进一步又说到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，就是在讲上帝啊，因为知道认识这一位上帝啊，然后呢，因为你们已经胜过了那恶者。所以这个很清楚在表达，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救恩来胜过那个邪恶者。因此，约翰劝勉基督徒不要爱世界，或是任何属世界的东西，因为爱世界就没有爱天父的心了。基督徒必须要爱天父、爱上帝，才能靠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来得救，胜过凶恶，胜过我们的罪。爱天父是为了天父而服侍，不是为了人，甚至不是为了自己。这样的服侍呢，就不会稳定，就不会长久，就胜不了，因为呢，看自己过于看上帝。昨天我们分享到的经文里面提到，这个但以理跟他的4个好朋友呢，经历了这个火的考验，他们在这个火坑里面没有被烧掉，而且是胜过了，又毫发无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的性命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，他们回答这个王，他说：陛下，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。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熊熊的窑和你的手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陛下，即使他不救我们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也绝不拜你的神明，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。只有上帝的为他们辩护，他们不会为自己辩护。上帝为他们辩护的方法就是救他们脱离这个凶恶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，他们爱上帝过于一切，即使那个威胁啊、利诱啊都没有用的，因为他们是为了上帝而活，为了上帝而坚持。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又看到但以理他们4位又因为事情做得太好了，又引起了嫉妒，并且这些人想要设计来陷害他们，来威胁他们，让他们因为向上帝祷告而被丢在狮子坑里面。同样的，上帝也救了他们，使他们即便是进入了虎口，我们说狮子坑
那仍然是毫发无伤。而那一些企图要伤害、陷害上帝仆人的这些人们，最后自己陷入了自己的计谋，而丧失了生命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全心的倚靠上帝，等候上帝，这样的人，他既要事事亨通。那些自以为是、威胁陷害上帝仆人的人，将要败落。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其实记载非常清楚，但以理书第6章，这些人想办法要害但以理他们，但是不变的道理啊，就是说，依靠上帝的人要事事亨通，想要陷害上帝仆人的人，将要败落。过去但以理的时期是这样子，在今天也会是如此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定的靠主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即便我们前路仍未明朗，但是呢，基督徒的福气就是说，我们必有上帝成为我们必胜的条件，或者说原因，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。